嚟到齊頌宋詞嘅時間，今日由鐘老師同大家講解宋詞。請大家攞出你嘅宋詞，翻開第14頁。今日我哋要睇嘅係蘇幕遮，作者係周邦彥。首先，我哋一齊嚟認識一下呢一位詞人先。周邦彥佢係北宋末期嘅詞人，晚年自號清真居士。據記載咧，佢少年嘅時候咧，個性比較疏散，但係佢好中意讀書。佢大個之後做官，仕途上面冇好大嘅成就，只能夠擔任啲小嘅官職。但係佢嘅文學作品係深得世人嘅喜愛。周邦彥佢係詩文書法都好叻嘅，但係以佢創作嘅詞咧，成就最高，最受大家嘅喜愛。佢嘅作品多數都係寫男女之情同埋羈旅離愁，多數都係以寫景詠物為主嘅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一齊睇下呢一首詞嘅創作背景。作者喺京城觀賞夏日嘅荷花，諗起佢嘅故鄉江南，引發咗佢嘅思鄉之情，所以就寫起咗呢一首詞啦。周邦彥早年離開佢嘅家鄉江南，去到汴京讀書。長大之後去咗唔同嘅地方度工作，之後又翻汴京嗰度任職，先後2次長居喺汴京，遠離佢嘅家鄉，所以佢寫下咗唔少思鄉嘅作品。呢一首詞主要係書寫詞人嘅思鄉之情。唔知大家有冇見過荷花呢？今日我哋一齊睇下呢一首詞嘅上片，睇下周邦彥佢見到嘅夏日荷花之景到底係點樣嘅。先聽鐘老師讀一次啊！蘇幕遮，周邦彥。聊沉香，燒玉樹。鳥雀呼情，侵曉窺鹽宇。葉上初陽光宿餘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跟住我哋逐句咁樣去了解呢一首詞。首先第一句，聊沉香，燒玉樹。聊呢即係燃燒咁樣嘅意思。沉香呢係一種用沉香木製成嘅香料，佢嘅香味好獨特。古人呢會用嚟入藥同埋熏香嘅。第一句嘅意思就係燃燒、點燃沉香，驅散夏日嘅潮濕同埋悶熱。第二句，鳥雀呼情，侵曉窺鹽宇。啲雀鳥喺屋檐之下叫個不停，呼喚晴天。第三句，葉上初陽光宿餘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太陽剛剛出嚟，就曬乾咗荷葉上面嘅雨點，圓圓嘅荷葉喺風中挺立住。呢個就係周邦彥佢喺夏日嘅時候見到嘅情景啦。相信大家都明白呢一首詞上片嘅內容，而家請大家一齊跟讀一次。聊沉香，燒玉樹。鳥雀呼情，侵曉窺鹽宇。葉上初陽光宿餘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今晚請同學返去同家人分享，並且簽署第23頁嘅分享表。拜拜。